权益大旨及习义要例，宣圣讲义，译之为书，传自上古。伏羲是始画八卦，初具规模，后知圣人，少数推演，志卦记备，列爻佚名。唐虞三代各有演习，分为连山归藏乾坤之意。文王重加纂序，弘以文章，辨其战例，者谓典则。周公少之，详陈论议，博采遗言，撰为治教，是经传之意也。上古无文字，制作文物均极简陋。伏羲览河图洛书而后置卦象，是则文字之所识也。虽当时类无文章，有如图画，实则象意之字，由之鸟观视之象形字也。字虽传于鸟观，画实创于伏羲，其象形之字，会意之文，多取意结神至于历代，非创自鸟观也。以记载无始，传说难详，故莫能尽考所自作耳。而易之卦象，则传之最久，故昭昭于人耳目，知谓伏羲氏之创制焉。其后圣人推其意，弘其用，以为制作之本，典型之由，故由重之。盖历代文物，莫不祖述于易也。易之所作，既因图书，传之天然，有非人为，其推演变化，皆天地自然之序，其运用本末，皆造化自在之责，故非人治之，乃人为明之耳。创之者然，述之者然，少演变化者亦然。以其本末天道，终始运属，有定序，有极则，不得有所异也。故异者，天道所自见，运数